好，各位大家好啊！咁去到的心打樓住啦。咁今日為大家分享嘅就係2024年嘅第7條嘅題目啦。咁第7條嘅題目呢，其實都出得幾得意嘅。咁當中入邊呢，首先呢，第一樣嘢呢，就係佢呢就攞咗個 AI 呢，就 gen 幅圖出嚟啦。OK，咁咧點解你見到呢？我呢度都冇圖呢？個原因就係其實我都睇唔明幅圖。咁當中入邊其實佢題目問啲咩呢？咁樣佢就問。叫你觀察下幅圖，跟住落到去呢，喂，佢帶漏咗邊兩件裝備啊，必須要裝備啊咁樣，咁落到去就照去睇。咁如果你根據望住幅圖答嘅話呢，喂，其實真係幾難答喎。講真，佢帶漏啲咩呢？咁歷屆嘅同學仔呢，又答咗，例如答溫度計啊、間尺啊咁樣。咁其實唔睇幅圖。其實落到去題目咧都俾咗啲好關鍵嘅資訊大家嘅。咁當中入邊咧就係、喂，其實佢而家去岩岸度考察，咁落到咧就想喺沿岸入邊咧就揾生物嘅分佈同埋個風度啊嘛。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佢帶漏咗啲乜？咁你依稀未睇望落去帶漏咗啲咩咧？其實就係呢個陽線同埋陽方啦。咁落到去其實就係咁樣答啦。但係當中入邊呢幅圖，其實佢會唔會收埋咗定點咧？我真係唔知。同埋咧喺呢個咁嘅環境入邊，你攞個框落去嘅話，你又試下諗一樣嘢先。咁落到去通常呢，喺呢個咁嘅情況，咁多石頭，你放個框入邊，其實好難平嘅喎。咁當中入邊其實都唔係太明。OK，但係當中入邊呢，都係嗰句説話啦，望住題目入邊俾你嘅資訊，然後呢估下發生啲咩事。咁佢話呢一個生物嘅分佈同埋風度啊嘛，所以落到必須要用嘅嘢呢，就係呢個陽線同埋陽方啦。基本上1分入邊呢，得0.38分嘅同學仔能夠答得到嘅啫，所以其實基本上呢，佢哋都答唔到嘅基本上。咁第二條，咁如果我第一條答錯咗，我答咗溫度計或者間尺嘅話，下邊嘅呢一啲背書題呢，其實你又真係答唔到嘅喎。所以當中入邊呢，其實2分入邊0.48分 ，OK， 0.5分度 ，OK， 咁啲同學一定係答唔到嘅。但係如果根據翻我哋講嘅陽方、陽線、陽大嘅話呢，記住陽大係等於嗰個嘅陽線加陽方嘅，所以 that's why 唔會大過陽大嘅。而第二件事，首先第一樣嘢喺嗰笪地方入邊，喺後岸去到水邊嘅位置放條陽線，然後喺指定嘅距離入邊就放個陽方，跟住落到首先鑑別咗生物體先。然後呢，就係點算翻陽方入邊嘅數量同埋個風度。咁過去歷屆試題入邊其實都已經問過㗎啦。所以如果你按照翻題目嘅資料答嘅話呢，其實理應就應該已經 KO 咗成件事，唔需要幅圖嘅。OK，但係當中入邊呢，佢下邊又跟住繼續由喺個考察入邊呢，佢就問：咦，我考察嗰時候呢，我就見到有一個揭色嘅薄片，咁佢懷疑係藻類喎。咁佢就問啦：喂，我想設計一個實驗呢，證明呢，佢係呢一個嘅可唔可以進行呢個呼吸作用嘅裝置？咁當中入邊呢，其實呢，我就畫咗呢幅圖啦。咁當中入邊，首先第一樣嘢有理冇理有個標題嘅，記得題目嘅資料跟翻去照抄就得㗎啦。咁第二件事畫呢樣嘢嗰時候，我要證明呼吸作用啊嘛，所以我一定要 create 到一個冇二氧化碳嘅環境先。咁當中入邊我要放個樣本落去啦。而我亦都要放個石子喺度，防止佢進行呢個光合作用啦。因為佢係藻類，佢有機會會進行光合作用啊嘛。所以喺一個冇光嘅環境情況之下，放個樣本落去，跟住 KOH 係吸 CO2 嘅情況之下，睇個液面嗰個嘅情況。咁理應個液面應該係慢慢咁上升嘅，咁個實驗裝置就類近係咁樣啦。OK， 所以呢，佢就話喺學校嘅實驗室入邊，可唔可以用啲儀器同埋個試劑咁落到去測試個呼吸作用呢？咁3分入邊呢，其實攞0.83分嘅啫。咁基本上即係平均，其實落到去好多同學都係0，但係有啲同學間中可能都係1嘅。OK， 咁其實好多年咧都已經冇畫呢一個嘅實驗繪圖題㗎啦。OK， 所以當中入邊咧，大家又要留意翻清楚啦。咁跟住撇除呢個咁嘅情景，跟住落到咧係一個陌生嘅情景。其實成個陌生嘅情景就係講緊，咦，原來嗰啲藻類咧，咁有時候咧因為海浪嘅關係咧，衝咗上去岸邊，但係嗰時候潮漲同潮退啊嘛。咁的確咧，真係嗰啲生物體咧係翻唔到落個海洋度嘅。咁落到去，佢翻唔到個海洋度，佢會死噶嘛。所以當中入邊其實，如果你見到啲海洋生物上咗岸嘅話，
咁理應咧你見到嗰個情況之下咧，就盡快抌翻佢落水。而當中入邊咧就係解呢個機制啦。佢就係話咧有啲藻類嘅組織咧，佢會釋放呢個自由基。咁落到個自由基咧，其實咧係體內平衡入邊去維持某一個水平嘅。但係當佢脫水，簡單嚟講，即係俾人沖咗上岸啦。咁落到去受到刺激嘅話，呢個藻類嘅組織咧就會產生呢啲自由基，而自由基嘅累積就會破壞細胞嘅結構，從而就會令到佢死亡啦。所以咧下圖咧就顯示圖1、圖2同圖3，就係話俾你聽樣嘢，持續4小時脫水，即係上咗岸4小時啦。咁當中入邊咧，佢嘅組織入邊相對水嘅變化梗係低㗎。咁如果相對水嘅變化越嚟越少，因為佢水分蒸發啊嘛。咁當中又問翻你自由基個水平係點啊？喺指定時間入邊，自由基係持續上升。咁基本上呢個係就係預測 prediction 入邊嗰個結果。咁基本上冇乜問題㗎，1分攞0.84分。但係啦，繼續去圖2同埋圖3，好啦 ，C part 入邊問啲咩咧咁樣？咁 C part 入邊咧就係問多少少嘅。當中入邊咧就係圖2咧就係講呢一個嘅隨着時間嘅話咧，自由基嗰個嘅水平變化啦。但係當中入邊咧，其中有一個嘅資訊咧，咁題目俾咗你嘅，就係正常嘅藻類自由基嘅水平。咁第3幅圖咧就係隨着個時間啦，咁啊嗰個嘅抗氧化物嗰個嘅水平嘅 ，OK。咁啊當中入邊題目就問你啦，就係要你按屍體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望住個屍體啦 ，OK， 即係你個 prediction 啦。咁啊當中入邊圖2同埋圖3入邊嘅 data 咧，去估一估抗氧化物點樣可以協助藻類面對脫水嗰時候擔當嘅角色，同埋兩個證據嘅。咁啊，當中入邊咧，你睇住幅圖咧，其實幾複雜嘅。考生咧落到去咧，平均分咧係0.6分嘅。咁基本上咧，即係3分入邊咧，好多同學都係0分或者1分到，導致到有0.6分嘅出現嘅。所以當中入邊咧，首先第一樣嘢，我哋逐幅圖咧去理解下發生咩事先。第一樣嘢就係喺 A part 入邊，我哋做嘅預測就係嗰個自由基其實咧就不斷咁喺度升嘅。OK， 好啦，但係去到圖2嗰時候發生咩事咧？正常嘅藻類嘅自由基嘅水平係條黃色線啊嘛，喺頭嗰個鐘頭嗱，首先第一樣嘢，頭嗰個鐘頭入邊係最關鍵嘅。咁如果嗰個嘅藻類上咗水嘅話咧，唔會即刻死噶嘛 ，OK？ 而當中入邊點解唔會即刻死咧？個原因就係因為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嗰個嘅預測咧，就係如果個自由基嘅話咧，如果我係咁樣喺度畫翻幅圖嘅話咧，自由基係不斷咁升噶嘛。我當係直線咁升嘅情況之下，但係喺實際嗰個嘅情況入邊，嗰個自由基嗰個水平係唔會即時升。你見到一開頭呢，例如我俾個例子你，我攞熒光筆，藍色熒光筆下邊我間低咗呢一個嘅面積 ，OK。而過咗1個鐘頭之後，嗰條黃色線上面嗰個面積，咁又發生咩事呢？一開頭我哋預測嘅係自由基朝上升，係上升嗰條線。嗱，我當用紅筆咁樣，我呢度咁樣咁樣畫上去啦，好唔好 ？OK， 正常係呢條線噶嘛。但係實質上我做落去，咦唔係喎，落到去頭嗰個鐘係維持恒定水平嘅喎。咁我哋再睇下嗰個嘅抗氧化物 antioxidant 咧，咁你會見到其實原來頭嗰個鐘頭係升嘅。當佢升咗嗰時候，其實落到去就有機會我哋估咧，就係嗰個嘅自由基咧，其實係受着嗰個嘅抑制嘅。所以當你答呢條問題嘅第一個證據，個抗氧化物點樣協助嗰個嘅藻類面對嗰個脫水嗰時候嗰個危機咧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抑制嘅概念喺頭嗰個鐘頭 ，OK， 所以你會見到咁情況嘅。咁其後1個鐘頭打後會發生咩事呢？其實佢都係不斷咁樣脫水嘅嗰個嘅藻類。咁當中入邊，我哋預測個自由基應該係不斷咁升啊嘛。好啦，但係個問題係，你見到比起正常又好似升得慢咗喎。咁點解呢？因為過咗1個鐘頭之後，頭嗰個鐘放咗抗氧化物，過咗1個鐘頭之後，其實個藻類嘅組織都會不斷放呢個抗氧化物嘅。但係個問題，個藻類都有大細，個組織都有大細噶嘛，放出嚟都有嗰個嘅限制噶嘛。OK， 例如個數量嘅限制噶嘛，所以去到後期，你都會見到喺圖2入邊咧，比起正常都低嘅。
但係個問題係其實個藻類嘅組織係不斷咁製作緊自由基嘅，所以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就係1個鐘頭之後，如果個抗氧化物不變 ，OK， 咁落到去個自由基呢，其實比起嗰個嘅正常呢係會高嘅 ，OK， 咁落到好明顯就係呢條線咁樣向上咁樣啦。但係個問題係比起我哋嗰條預測嗰個情況之下係撳咗落去嘅，所以當中入邊呢，呢一個就好明顯係一個體內平衡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嘅例子嚟嘅 ，OK。所以咧歷年嘅試題入邊咧都幾着重去問個 negative feedback 嘅，所以通過呢條題目咧，其實真真正正可以了解到嘅一件事就係咩呢？其實頭嗰個鐘頭入邊，其實落到去就係呢一個負反饋嘅例子啦。例如你用翻個血糖水平去理解嘅話，當我血糖水平升嗰時候，咁落到去咪嗱血糖水平升嗰時候，咁胰島素咪放多咗咯。咁胰島素放多咗嘅話，咁落到去最後咪撳低翻個血糖水平咯。好啦，但係個問題，如果你無止境咁樣食嘢嘅話，咁落到去照道理個血糖係不斷咁高噶嘛。好啦，但係個問題係人個胰臟都有限噶嘛，放嘅胰島素都有限噶嘛，所以如果你再食啲咁甜嘅嘢嘅話呢，其實血糖都係會升嘅。但係個問題，比起原本你預測嗰條線係低咗嘅話，咁呢個就係第二個證據去證明呢一個 negative feedback 嘅例子啦。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喺呢條題目入邊咧，其實真係問得好深嘅。而當中入邊咧就係問緊你 negative feedback 嘅例子啦。所以咧都希望藉着呢條題目咧，同大家同學分享下近年嘅 DSE 試題其實都幾着重 negative feedback 負反饋機制入邊嗰個嘅理解嘅。而第二件事，如果我了解得咁透徹嘅話呢，其實落到去成件事2025年嘅第10題呢，其實又係問緊你 negative feedback 負反饋機制嗰個理解嘅。所以呢，如果你識做呢題嘅話呢，後邊25年嗰條題目你就識做噶啦。所以當中入邊呢，其實成條問題係出得好好，同埋落到去睇清楚，翻轉頭睇翻題目嘅資料，咦，落到去點解無端端會同你講自由基水平會因體內平衡而維持嗰個水平呢，就係咁嘅理解啦。所以當中入邊呢，其實成件事都係反映咗呢一個嘅體內平衡負反饋嘅特徵，而個特徵入邊就去顯示翻個抗氧化物協調作用嘅支持嘅證據啦。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手理解到呢一個嘅24年嘅第7題，佢真係問得好精彩嘅數據分析題。希望的生 biology 今日可以幫我大家手啦，拜拜。